好来。所以你即摆当看到我分享的即个画面吼，是 Google Book 顶头的，这是免费的啦。但是伊敢若试读11页尔吼。啊，其实我有买啦，但是我毋知为虾米，我买的结果我看袂到。我手机也有看，但是我即个电脑顶头即个口座 Google Book 开起来空的。啊，是。你讲你有买，我有第一种啊，毋过迄个真诶。我会使互你，我即马毋免，我有买，嘿，而且其实我嘛以后袂分享啊，我干那这免钱的我分享啦，因为这大家看会到嘛，这袂要紧吼，伊本来就要互大家看吼。头前11页啦，11页免钱啦，哦，好 ，OK， 好来，咱来看这本书吼，这本书就是3年你介绍的嘛吼，为什么无方便？好来，对方面开始，方面放较细吼。一本理科小，什么叫做小白？小白就是小白痴啦吼，就是一本，就算是你对理科吼完全无了解的人，也会当哪看哪笑的一本量子力学的入门吼。字名叫做《多重宇宙平行世界》，敢是有可能的吼。这两个概念是应该是对，这是量子力学内底的吼。好，这以后应该讲着吼。好，英文版的字名叫做 Quantum Physics Made Me Do It。量子力学应该是 Quantum Mechanics 吼。Quantum Physics 是量子物理吧？讲字名字的即只会对小解讲，敢若看故事就会当吼，互你明白量子力学是咧变啥物吼。捧腹大笑，然后互你哪看哪笑，即个迄当时呢，也会当思索人类存在的意义吼。所以看一本书会当理解人类存在意义。实际上就是讲，你若对量子力学，你若有淡薄了解，你就发现讲，确实伊已经接触到，毋是干那物质世界的物件吼，已经变成讲，你可能爱考虑到讲，为虾米咱人的精神世界会去影响到外在的物质世界安尼吼。OK， 这当然以后再看会到啦吼，大来。主张会将人类意识发展的历史，意识吼，人类的意识发展的历史，甲物理发现的演进吼，意识发展个物理发现的即个演进来交集起来吼，带你来一开物理学家读起来即个脑中的即个多重宇宙吼。应该是读亏吧，早一个吼，窥视即个窥。第四，歹势毋是吼，读做龟或者是溃，进一骹一划三笑，这是啥物意思？我毋知。溃，所以毋是溃，是龟吼。龟就是小看看一下吼，偷看一下，叫做龟叫做龟吼。读下对即个字的音啦吼，龟。闪避来看人叫做鬼吼，或者是偷看吼。我来查一下大理大书店的鬼。大理大书店看有小字字汉字，叫做龟丸镜吼。龟丸镜就是
望远镜啊，我毋知影规迄个望远镜有即种讲法吼。我较早拢读千里镜吼，拢讲千里镜、归圆镜吼，归圆镜，这是大理大书店所收的吼 ，telescope。好，这本书的度假叫做，这毋知倒一个文啊，Jeremy Harris 哦，英语读 ，Jeremy Harris 吼。翻译者叫做陆香杰吼，好来，陆是陆岛的陆啦，吼，陆香杰，香港的香，清洁的洁。这本书献互阮妈妈，伊教我思考；献互阮爸爸，伊教我写字；献互Ed 吼，爱读的是爱读。伊教我一边思考，一边写字，吼，就毋知啥物人。献互 Salina 吼，伊教我一边思考，一边写字的时阵，佮如何来保持理智。OK， 静言。好来，咱开始来读这本书咯，哈。我放大有啥物放袂大？放大，无个。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世界的惊人的科学吼。安怎惊人以后才知啦吼，即嘛你无理解，你敢若知影这4字尔吼。量子力学描述的是原子甲分子等等微细的粒子。即个粒子毋但会当施展微格逻辑，即逻辑咱即嘛先读逻辑吼，会特机，同时也存在伫咧侪所在，也佫会当同时两个方向来长说吼。咱来看一段，先来看一个词叫做逻辑啦吼。逻辑，我后白读啦，我毋知读对无吼。一个来，一字来，因为即个词以后一定定定用着，所以咱一定爱甲即个词爱看要安怎读吼。今仔日爱较定一下吼。螺读做螺吼，螺还是螺吼？第7条，咱就读螺啦吼。当然，这是翻译词嘛，所以这汉字其实是随在理吼。集读做集，或者是集，或者是切吼。逻辑、逻辑吼。当然逻辑、逻辑，伊这拢是 logic 来嘛吼 ，logic，你若要翻译要安怎翻？台语啦，lo 啦吼，逻辑。GIC 嘛吼，台语无 G 的即个音嘛吼有啦 ，G 是迄个录音的，但是伊是 GIC， 但是伊的发音是 JIC 吼，伊毋是发迄个录音迄个 G 吼。我看我想看嘛啦，录音迄个 G 就读做逻辑。好，咱直接就用即个逻辑啦吼，因为伊就是 J 的音嘛，发音是即个逻辑吼，逻辑吼，卖 P 啦吼，卖逻辑啦吼，因为即个编辑的辑是 CHIP， 其实无符合嘛 ，CHIK、CHIC， 但是有即种字吗？我查者。甘利店查 CHI， 一定是无的，想嘛知，因为我想就是无吼。CHIT 好啦吼。要紧我先查 CHIK， 这是教育部才有啦吼。CHIC 当然是无。
，CHIT。好，咱读逻辑啦吼，逻辑，因为我无爱读 CHIP， 我要读 CHIT 吼，逻辑吼。啊，逻你就当做是四维吼，四维逻吼。啊，辑就是零辑你的辑嘛吼。好，逻辑。为什么我要直接音译呢？因为我无爱个医药当然我知影即嘛，譬如讲有人讲理路啥，迄拢会使吼。咱若需要就咱会当讲理路吼，但是我得尽量就是伫咧即本书内底读着的时阵，就尽量就读逻辑吼。好，咱继续来看吼，讲量子力学所描述的是原子甲分子等等微小的粒子。即个粒子毋但会当施电微反，即个微是微价迄个微啦吼，所以微反就是微价啦吼，微第五条。竟然无即字，有啦，伫遮啦吼 ，copy 吼，五色背谬吼，叫做微。离开叫做微，闪避叫做微，异外叫做微，异外毋知啥物意思。个实叫做微，派数是微，微格吼，微格就是微吼。过来看一下大理大书店的微字，这较早人应该捌早过啦。微格。微格，竟然无收微格，大理大书店无收微格。大理大书店无收微格哦，微格违格啦，吼，就是就是违反啦，哦。好，所以这里读微吼。即个粒子毋但会当施电违反逻辑的特技，啥物意思啊？各位你小想者，就是讲量子力学吼，就是甲你即马你伫咧即个世间所看到的一切物件，其实伊拢会当分一直，比如讲摕一条即个漆啊，吼。橡皮擦啦，一直甲切，一直甲做，一直甲切，一直甲做到后上无法度去做的情形之下，是啥物款啊？迄种迄个世界吼，就是量子力学所要描述的世界，量子力学所要研究的是迄个世界吼。即个世界你看袂着嘛吼，就算咱即嘛科技搁较安怎，就是看袂着吼。啥物，就算啥物电子显微镜啥物，其实拢看袂着吼。迄个世界吼。是原子甲分子等等微小的粒子，迄个世界，即寡粒子毋但会使违反施电一寡特技，啥物特技？伊讲是违反逻辑的特技啊，就是讲伊伫迄个世界吼，可能是真违反你所平常时的思考安尼。譬如讲，上简单的啦吼，即大家拢听过讲一个叫做啥物？我之前3年有分享互我一个 YouTube 迄个影片，是一个高雄大学学生，伊用台语吼咧小解即个量子力学的段影片，可能10多分钟还是几分钟尔，倒啊吼。伊内底有讲一个人叫做，咱各位拢听过吼，华语叫做薛丁格哟，的猫有无吼？迄个。高雄大学迄个学生囡仔，足少年的迄个少年囡仔，伊咧讲量子啦，伊是翻译叫做萧丁国吼，萧丁国。OK， 咱就叫萧丁国啦吼。既然人一直安尼翻啊，咱就叫做萧丁国吼，薛丁格啊吼。OK， 萧丁国的猫，这个大家拢知影吼。但是你可能你若无深入去想，你可能会感觉讲迄个有啥吼？讲一只猫伫咧迄个。一卡箱仔内底，迄只猫，伊是活的猫，伊嘛是死的猫，吼。
你可能想讲啊，这是什么意思？是一时啊活，一时啊死，这分钟是活，后10分钟是毋是这个意思。萧鼎国讲，迄只鸟是又个死又个活，就是讲迄只鸟，伊嘛是死的，伊嘛是活的。这种两种状态贴做伙吼，伫量子力学内底，伊叫做叠加态吼，贴加态吼。所以以后就对会读到这个书啦吼，贴加态，就是萧鼎国讲的迄只熊啊，迄只鸟，伊是又个死又个活，同时哦。又个死又个活，而且你敢袂当想象，你想会到这个啥物件？你完全无法度想袂到，啥物叫做一个物件又个死又个活？就是讲，比如讲，你讲啊，伊这个物件是又个冰又个烧，这个物件是又个乌又个白。当你乌白，你蓝做伙叫做谱线嘛？毋是，其实伊是又个乌又个白安尼吼，又个冰又个冷又个烧安尼吼，贴做伙吼，但是毋是。综合起来讲啊，综合起来一种状态，毋是，伊是两种状态贴做伙，叫做贴加态吼。这量子世界，你无法度想象，你人的头脑，你根本就违反你这种理性的，什么叫做又个死又个活，你无法度想象迄物件吼。这就是量子力学内底违反逻辑的一种物件吼，而且这伫量子力学内底，毋是干那即种，足侪物件是违反你的逻辑的。逻辑是咱思考的理路啦吼，违反逻辑的吼。我直接音译吼，logic 直接音译吼。所以这本书第一章前言第一章就讲量子力学所谓描述的迄个世界。就是迄种微小粒子的世界，即寡粒子毋但会当施电即种特技吼，就是违反逻辑的特技。又搁会当同时存在伫个所在，又搁会当同时两个所在长射，伊叫做写旋转长射吼。啥物叫做同时存在所在？就是譬如讲，我相信各位伫咧较早，你若读文的啦吼，你较早伫咧初中的时阵，你有读过物理学吼，或者是你即马绝对有迄个印象搁伫吼。就是若讲到即个什么复联工程啦吼，原子模型、原子模型、原子的模型吼，你就想到迄个敢若一个即个太阳系，就是那个敢若太阳遐日头伫咧中啊，四射有。可能2粒、3粒的即个电子弹嘛，细安尼，迄是错误。即个模型其实是错误吼。即原子毋是生做安尼，原子生做啥物款呢？原子是中一粒核子吼，足细粒的吼。啊，外面呢有电子你说，但是啥物说法你毋知，应该是讲外面有电子。啊，迄个外面电子是安怎呢？伊就小可若亲像是合金箍安尼，遮是一个，遐是一个。啊，所以伊可能即当阵伫遮，迄当阵伫遐，嘛有可能即当阵伫两个所在你是啊，这都是同时存在吼。或者就是迄个模型，就是外面若敢若搭一个即个合金箍的即个分啊，而且伊个毋是讲若一个分，伊其实伊个有分1层、2层、3层吼，就是合金箍 A、B 敢若当伫咧第一站，啊合金箍 B、C、D。当要第三站安尼吼 ，OK， 这才是一个原子的真正的模型，是生做迄款的吼。但是迄款违反着你人性的这种思考，啥物叫做这粒电子？可能是伫遮嘛，可能伫遐吼，伊毋是迄个若敢若太阳系迄个模型哦，一粒电子伫外口安尼细声足规矩，但嘛你说毋是安尼吼。迄个粒子的世界毋是安尼吼，咱以后绝对会学着啦吼。OK， 所以即寡粒子呢，伊毋会当施电即种特技，伊佫会当同时存在伫咧侪所在，嘛会当同时两个所在长射，就是讲伊，就拄则我拄则讲迄只猫啊，伊佫死伊佫活的猫，伊即嘛讲一粒子会当。这边射，嘛当迄边射安尼，同时2边射啦。你无法度想个啥物叫同时2边射啦。这是安尼讲，但是这我就毋知吼。其实我嘛无理解到遮深啦吼。虽然讲我是读
艰苦的吼，但是我这方面其实我呢较早嘛无读啊遮深啦吼，这是因为我兴趣，我所以定定咧看这方面的字。好，好，咱继续看咧吼。这是一个非常烧脑筋的一个故事吼，就是整个这个量子力学的故事是一个足烧脑筋的故事啦吼。对意识吼和平行宇宙，伊一路一直讲到自由意志甲永生吼。你看已经毋是物理的范畴啊，已经讲到是意识意志吼，就是咱人的意识的这个范畴吼，咱。或者是生命永生的这个范畴去啊，吼，所以量子世界、量子力学、量子物理已经接触到这方面了吼，为咱提供理解人类本质的唯一的科学视角，就是讲，你若要对科学的这个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吼，人类这个意识的本质啦，吼，人为什么无共？你和一只狗无共伫什么所在？上大无共，毋是讲伊4骹你2骹，上大无共是你有法度思考。你徛伫咧镜头前，你知影迄个镜内底迄个是你，但是迄只狗就无法度。伊可能看迄伊无迄个自我迄个意识，你知影？足侪动物是无诶哦，无迄个自我诶意识，甚至面对迄镜，伊嘛毋知影讲迄是伊本身吼。所以这咱人是有即种意识吼，但是你若要对科学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意识到底是啥物件，你即马小想看，你头壳内一直你想的迄个意识是啥物件，就好去理解吼。所以量子力学其实是一条路啦。我毋知影为虾米伊讲是唯一啦，因为其实你嘛会当讲其他，比如讲医学什么脑神经医学，其实伊嘛是会当去研究这个，但是可能吼最后嘛是个相反哦。你研究到最后，你由原来进入粒子，而且个粒子的世界，就是脑神经内底迄个电是安怎传的，电是安怎走的，电是安怎影响的，就电子嘛吼。所以你一定爱到迄个粒子的世界去研究啦。所以才讲唯一啦。这是咱人要理解人性、人的这个意识的时阵呢，你要用科学的角度，你要用科学的方法，这真正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对粒子的世界入去研究吼。OK， 老卡新朋友真欢迎哦。咱前言第一段2段看了哈，逐看哈，各位知影我足有耐心的，足有耐心吼。这本书听我读几啊冬吼，所以量子力学这本书虽然足简单，其实这是入门资料吼。但是我希望讲咱逐读，咱希望讲会当甲每一句拢读有啦吼。其实为什么我会选这本？因为我有进前迄个3年有帮我找2本吼，另外一本叫做《物理之母》，我看我发现讲，伊内底虽然讲无完全无用着数学，无用着什么公式。无，但是问题是伊讲我看无啊，我去现英文版我嘛看无伊到底讲啥。伊讲足简单的，伊讲伊写是入门字，结果伊写的，我毋知你到底是咧讲啥，我都真正无法度吼。所以我后来先来看这本，我感觉这本应该是有法度，但是你嘛知我嘛是干那看头前几页就决定啊吼。所以以后若读啊真正是读袂到，咱再变看啦吼，看是免换另外一本吼。好，第一段看了，咱来看第2段。即摆看前言尔吼，等于是伊咧讲即个为虾米伊要写即本书，即本书内底会讲到啥物件安尼吼。第2段讲，这是一个古怪的领域叫做灵学，这是一个真古怪的灵学，由一群怪咖来组成吼。即摆怪咖已经怪咖本来是对台语来的一个词吼，已经传到所有即个中文世界吼。是那迄边伊嘛咧用怪咖吼，甚至因都毋知影讲这怪咖的来源是啥吼，就拿甲因讲吐槽吼，吐槽相款吼，更拿吐槽，我想吐槽怪咖够啥？我印象中够有其他一寡台语词吼，即嘛已经有哪留言到西那迄边去啊。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讲，因是用西那人的迄个华语的角度，由因的迄个角度扯汉语来倒即个音出来吼。所以当然你用华语来读是嘛是读做怪咖啦吼。问题是你若真正要用台语写，都毋是啊吼。
OK， 这是一个真古怪的灵学，就是讲量子世界啊、量子力学这个灵学哈，是由一定怪咖所组成。我毋知伊讲的这怪咖到底是讲啥哈，咱继续讲。有时啊，这定怪咖嘛会组做伙哈，组织做伙啦哈，应该是讲一定人啦哈，这定研究量子力学的这定人哈，是一定怪咖啦哈。好，咱继续看。2014年，我参加因的聚会吼，就这定怪咖的聚会。主办人是一个怪咖，嘛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量子物理学家，咱就叫伊 Bob 吼 ，Bob 吼 ，Bob， 我就直接 Bob 吼，伊名叫 Bob 吼，毕竟这是伊的真名吼，真名就是 Bob。好，这是主持人吼，主办人。过来后一段，伊讲物理学界有不少响当当的大人物，响当当我袂晓翻啊，就是介出名吼，即个轰动武林吼，一寡大人物吼，Bob是其中一个。我加入伊的实验室的时阵呢，伊已经有写一本畅销教科书吼，一本销路足好的教科书，对镭射理论做出重大贡献吼。这本伊写一本教科书是咧讲镭射吼 ，laser 吼。也做了几个啊探索光的量子特性的出名的实验吼，就是伊除了有写一本销路真好的教科书，吼，对镭射理论有做出重大贡献，也有做几个啊真出名的实验。这寡实验是啥呢？是探索光的量子特性，光的量子特性，光咱拢知影吼，就是你看迄个外口日头迄光，伊讲光是有光的量子特性，光一直以来吼，咱人对自古早几千年来对光一直想要研究光，要理解光，其实一直到足晚期才渐渐知影讲光是啥物啊。一开始讲认为讲光是一个粒子吼，一粒一粒的，但是后来发现讲光是粒子，一开始迄种就是想法啦，迄德克啦吼，迄种希腊德克吼用想的尔啦吼。但是做实验去做实验的时候，发现讲，光竟然是一种波吼，一种那水波安尼吼，波动啦吼。这是实验发现的，所以一直这个实验了后，大家拢认为讲光就是一种波，但是后来是爱因斯坦吼，爱因斯坦我到时嘛想一个，是毋是还佫翻什么名吼？爱因斯坦伊讲伊提出一个理论是光是一粒一粒的粒子吼，所以咱转来拄即马即个故事，伊讲即个前言者讲，伊讲即个 Bob 有做几个真出名的实验吼，是咧研究光的粒子性啦吼，光的量子特性，就是意思是研究即个光的粒子性吼，即种实验，咱毋知影啥物实验，毋过伊讲有做一寡实验吼。咱即马是要小解即个是Bob即个人吼，伊甚至摕一座成就奖，又摕一座奖啦吼，摕一个奖，即个奖是啥物呢？是以某一个Prussia，就是普鲁士吼诶贵族去号名诶一个奖，即毋知啥物奖，我嘛毋知吼。我咧想讲，是毋是 Nobel Prize？ 但是 Nobel Prize，Nobel 这个人敢是 Prussia？ 毋知吼。咱即嘛知影伊拢是啥物瑞典的人啊吼。不管吼，就摕一座奖，至少伫咧物理学的领域，这表示讲伊算混得还不错，混得还不错，大概要安怎翻啊？各位想一下吼，想到会甲我留一下话吼。混得还不错哈，就是比如讲骗食啦吼，毋是袂当安尼讲，骗食，我意思就是讲骗食，当一个人讲伊骗食的时阵，伊表示讲还 OK 啦哈，混得还可以哈。
好，咱继续看吼，伊讲我承认讲，伫我咧读研究所的时阵呢，爸有教过我一点物理学。毋过伫咧即场聚会上，伊讲伊2014年参加因的聚会嘛吼。伫咧即场聚会上呢，传道授业的人，换做是我。哦，所以咱继续看，才知影故事是安怎发生吼。讲本来照例是我的老师，较早有教我一点物理学，但是即嘛颠倒即场聚会上是我咧教因教吼。爸和一两个知名的研究者，以及5、6个头毛吼，而且头发油腻吼，头毛油辣辣的研究生吼，围伫我身躯边吼，就一两个可能教授级的啦吼，跟5、6个学生囝啦吼，研究生啦吼，围伫我身躯边，全神贯注就是注神啊，注神注目咧看我面头前的一张纸。我拄则哦，随手一下随手画落来吼，就是我刷手啦，我干那凊彩黑白画的吼，会图，互因彻底戆硬去啊！因看了迄张图，彻底戆硬去。为虾米？我用上简单的线条为规个啊，烦恼好人吼，火柴人嘛吼，烦恼好的即个人吼，你拢知啥物叫烦恼好人吼？为一个简单的人的形吼。我用足简单的线条为几啊烦恼好人，毋是一个为几啊个吼。好，就是安尼。我安尼讲，我讲就是安尼，就是安怎呢？这就是为虾米有一寡人认为讲量子力学会当割舍平行宇宙的存在。就是我为的迄几个烦恼好人吼，就已经无法度来割舍即项代志啊吼，就是安尼。就是这就是为虾米，因已经故事讲了啊，这等于是故事讲了吼，就是安尼。这就是为虾米有一寡人认为讲量子力学会当来割舍平行宇宙的存在吼，这已经是足结论去啊。咱今仔日前言就已经讲到故事的上落尾吼。为虾米量子力学会当来割舍平行宇宙吼？啥物叫平行宇宙？就是你即马所认知的即个世界，可能有另外一个世界，还有一个人生做和你一模一样，伫遐咧生活安尼吼，迄个平行宇宙内底嘛有相款有你的老师，有你的朋友，有你的头家，有你的老爸老母伫遐吼。OK， 伊讲量子力，我为的即个烦恼好人会当来割舍即项代志吼。好，后一段咱来看讲。我无想要，伊是用华语讲老王卖瓜，台语安怎讲啊？家己煲啦吼，较袂错哟，还是安怎？我无想要家己煲吼，但是呢，因确实吼，就是在座迄两个教授5、6个研究生，确实感觉讲我真正厉害啦吼。其中一个人就讲开嘴讲，哇，无想到讲安尼来割舍，确实真有道理吼。啊。或者佫继续讲讲，哇！较早竟然无人安尼来解释互我听吼，即个理论并无我所想的遐尔啊，一下疯狂吼，无我所想的遐尔啊，遐尔啊笑，怪怪吼。就是在座的人啦吼，甲学了讲，哇！你解释啊遮尔简单，结果确实。安尼是讲会通，而且竟然嘛毋捌有人用即种方式来甲我讲，当然咱嘛毋知啥物方式。咱即本书就是要学这啦，伊要背即本书互你，就是要互你有兴趣理解伊到底是安怎用一个足简单的方式，为几啊咧烦恼好人，就互你知影啥物叫做历史力学会当解释即个平行宇宙吼。当然，Bob 就是伊拄则讲迄个主办人迄个怪咖吼，嘛感觉。难以置信吼，难以置信吼，对置信就第三条对。连爸爸嘛感觉难以置信吼，无法度相信啊，讲安尼就会当解释吼，讲甲佫会通安尼吼。煞食来几个礼拜，我实验成年的真侪同事。对待平行宇宙的态度，就哪来哪认真吼。
大家较早拢无当做一回事，但是我甲解释了，大家拢哪来哪认真，因那愈来愈认真啦吼，应该是认真啦，袂来翻译认真怪怪吼，愈来愈认真，愈来愈甲看做是一回事吼。因原本还阁认为讲，这敢若是一种科幻故事尔。有一寡讲到科幻故事吼，咱即礼拜最后一天，咱会读科幻故事吼。叫做教育书乱谈啊，鸟语是乱谈哈。有兴趣再家己去找资哈。你若先去看，先看嘛，先免钱，先试读的吼，或者是图书馆借来试读看嘛。啊，你若真正有兴趣，你再买吼。啊无，因为你若无兴趣，你就用听就好。啊，若有兴趣再去买吼。啊，但是以后我袂写迄个文本出来，除了迄个免钱的，像今仔日这是免钱的部分吼，10外页头前互你试读的吼，我会写，但是以后就袂啊吼。咱这有版权吼，咱爱互人趁啊一个吼，家己去买吼。好，好来等前言我读到对9:46分吼，佫剩15分钟。前言读到讲。我实验室内底迄个同事，愈来愈认真吼。本来较早拢毋捌遮尔认真对待即个平行宇宙吼，想讲这敢若是科幻故事尔吼。有一寡同事呢，甚至决定要用平行宇宙来思考量子力学，而且乐此不疲吼，就是真有趣味啦吼。伊写讲，拄则投入去新信仰的人，总是热情满满吼。好，咱来继续看吼，后一段。为虾米全世界上优秀的物理学家和像我安尼的即个戆仔吼，伊是写笨蛋吼，讲台语除了戆仔，佫有啥？佫有啥物讲法啦？戆，你即个戆仔，干若戆仔尔，我想袂佫有啥物戆啦吼，空吼，毋是空，戆，含慢吼，像我遮尔啊含慢，遮会戆仔吼，干若为虾米全世界即寡上优秀的物理学家，含我即个戆仔，开讲才20分钟尔，头壳就变做一团浆糊吼，头壳内底做哪糊咧吼？为虾米呢？为虾米伊为虾伊即摆来讲，哪意思讲我甲因变就对啦，我甲因安尼为好咱就甲因好过吼。为虾米即阵了不起的科学家对伫虾米是存在，虾米无存在，即种认知会遐尔啊脆弱吼，就是互我凊彩甲好咱就好咱个吼。即个20外号，就是讲我吼，讲伊即个度假吼，即个20外号，20外号，水茫茫吼，啉甲水茫茫一个狗囡仔，凊彩规笔仔黑白出一个尔，就会当真轻易就将之粉碎，就是因对啥物是存在，啥物无存在，即种认知竟然脆弱甲我凊彩为。我一个20外号啊，佮啉甲水茫茫一个狗屎囡仔，凊彩为着就甲因好个吼，就甲因，互因对啥物是存在，啥物是无存在，即种认知都规个粉碎去啊！吼。好，后一段，伊讲，我认为答案后壁即个爱小解说就可能看无吼。等下我先讲伊咧写啥，我认为答案和另外一项代志原因差不多，这我还袂读另外一项代志，等下解释吼。迄个另外一项代志就是无理解啦吼，就是我认为答案吼，和另外一项代志的原因是差不多，就是伊比一例吼，讲教宗对 Scientology 即个教会吼，所知无罪吼，所知无罪吼，无介罪啦吼。就是教宗吼，教宗本来你认为讲，教宗应该对即个基督教应该足熟吧吼，但是有一个教会叫做 Scientology 吼，三达基应该捌听过三达基教会吼，其实伊毋是一个基督教会啦吼，伊是一个
标本家己是啥物科学的，其实我无介清楚吼。我对即个教会嘛，真理解真有限吼。我敢若知影有一个足出名的一个影星吼，是即个教会的信徒。咱来查查即个教会好了吼，小定捌一下。我真正对即个教会，伊毋是教会啦，我毋知要安怎讲伊，但是是讲伊是教会吼。伊叫做 Scientology。三德基教会吼。Church of Scientology， 我毋知我念对啊毋对啊，伊是 science 嘛吼 ，Scientology 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企业实体甲组织，致力伫咧实践、传播甲管理 Scientology 即个新兴的宗教。Scientology 运动充满争议，根据侪国政府调查的结果，国际议会机构。学者、法官的观点，甲正侪高级法院的判决，Scientology 教会被认为是危险的邪教，和有心理操纵性，伊会操纵你的即个心理啦，盈利机构，伊为着要趁钱啦。1979年，教会组一个规划高层主管，因为盗窃政府公文等等的罪项罪名。被美国联邦法院定罪，而且入狱。Scientology 教会伫2009年被法国一个法院判定罪犯有欺诈罪。法国最高法院伫2013年终审依持即个判决。伫德国，伊被列为是威胁德国宪法的教派。伫法国，伊被列为危险邪教。哎，我毋是要看这啦，我当然知影争议就找，我是要知影伊到底伊理念。哦，来看伊理念。啊，理念是啥？为什么拢无讲呢？真正规篇拢写组织，写伊的组织。啊，拢无写伊的思想，到底伊的理论是啥物件，竟然拢无讲起。所以咱看规部讲即个是邪教，讲即个是各国政府啥物欺诈罪，啥物有诶无诶，我嘛是佫毋知影到底是咧讲啥。理念好，创办人罗温 Herbert。解释讲 Scientology 名称的起源，源自拉丁文 "seal"， 意思就是林脉甲区别，就是林脉区别的哈。连理创办人 L. Ron Hubbard 伊的组织伫美国遭受相当大的反弹啦，歹势。到底是你为什么规篇拢讲伊歹啊？这是伊基必考啦吼，歹势都无了解，我嘛毋知到底啥物件。我记得较早敢若伫台湾的时阵，敢若是伫咧邮局的看，我伫咧因的柜台顶看了因迄个 Scientology 的即个免费的纸吼。我袂记是伫啥物所在吼，就是免费的纸，你通摕来看吼。后来伊就无了解，我实在毋知你到底咧讲啥。高阳机构，Scientology有高阳机构，着高阳有组织伫遐。哎哟，一栋大楼，遮大栋。无歹势嘛无吼，嘛无写讲因的。因的信用的足迹，还是信用的即个个别，还是啥物，拢无哦，歹势无吼，所以我嘛毋知，到当下抑阁毋知吼。妈，时间已经剩6分钟，哟，后摆我迄边煞无去。无去，我要搁对开。伫遮吼，歹势伫遮。OK，倒位啊？
我认为答案和教宗大概对 Scientology 教会所知无做的原因是差不多哈。就是拄则我毋是讲一个问题，讲啊为什么即阵遮优秀，即阵学家专家学者，结果互我一个20岁就啉酒醉的狗囡仔，甲变甲安尼吼？答案就是啥？答案就是讲教宗对 Scientology 无理解嘛。为什么？就哪个Scientology 到底变啥人？我真正我无理解，我拄则已经开几啊分钟去看伊几百块嘛，是毋知你变啥人哦。啊，教宗就算伊对基督教遮理解，伊对即个教会，即个自称是教会Scientology到底是啥，伊嘛真正毋知啊。你甲问伊嘛，真正讲袂出来吼。哦，就是所以，我拄则讲问讲啊，为什么即个20外好啊，狗囡仔我都甲因变好人甲安尼，因凊彩就相信我，就哪敢若教宗对Scientology无理解嘛，吼，相款嘛，迄阵人足优秀的，即个专家学者对我嘛毋知嘛吼，到底我咧变啥人？我白讲伊嘛，因无理解吼。如果你认为讲家己已经知影真相，就袂话搁再去找找其他版本的真相。啥物？就是迄寡专家学者因认为讲因比你较知嘛，因袂去想搁去找其他的版本来研究嘛。你会变甲讲异常的有自信，就是讲。你已经知影真相，所以你家己会足有自信，讲我就知我免你教吼。认为讲真相已经伫咧我手中，这就是为虾米宗教有殉道者 ，Scientology 有 Tom Cruise 吼 ，Scientology 教会我拄则讲一个足有名、介出名的影星，就是 Tom Cruise， 伊就是 Scientology 即个教会吼。哦，所以呢。咱继续看吼，而量子理论的无共观点，也有各自的共业拥护者，就是讲，伊拄则拍一个譬如啦，吼，讲，迄寡人对一个20外好啊，啉酒醉狗囡仔啉法，差不多就是教宗对Scientology教会的啉法差不多安尼尔吼。啊后壁伊的解释是讲。你若认为家己都已经拢知影真相，你就袂搁去找其他版本的真相，你会变到足有自信，认为讲啊真相就一定我已经知影，已经伫我手头，吼。啊，所以呢，伊搁拍另外一个譬如，就哪敢若就是为虾米教宗有殉道者，就是教宗伊所统领的即个宗教内底有足侪殉道者，愿意为即个宗教来死。啊，Scientology呢？你莫看Scientology无哦，Scientology嘛有一个足出名的叫做 Tom Cruise 哦。OK， 所以呢，量子理论的无共观点吼，嘛有各自的共业的拥护者吼。所以拍这个批论，就是要讲量子理论吼，量子力学的这个理论内底有无共观点，无共观点因为家己的拥护者吼，有家己的殉道者。不管是出名还是无出名吼，有诶是哪敢若 Tom Cruise 才出名吼。OK， 好，等下吼，剩2分钟，所以咱拄则讲叫做譬如，咱继续甲看咧吼。所以讲，但是呢，这无定是无啥物通好，伊写做惊讶是要安怎讲啊 ？surprise 无通好感觉，我知影有一个词，但是我一直感觉即个词吼，我今仔日我拄则佫特别去查，但是我无看着吼，就是大理大书店我去查无，有一个词叫做大兄，毋是东兄哦，是大兄。但是我去查即个大理大书店，我无找着即个大兄即个词。我看一下册台语有无？为什么我会想到大兄即个词？因为 surprise 就会互我想到即个词，但是我去查无即个词。大理大书找台语，因为大理大书我查过，我知影无吼。大兄，但是大兄要哪？我可能有可能我写毋对去。TANN 大哦，变调第2条，所以是第3条。兄，我就莫转写，我要卡好了哦。因为我可能拼写毋对去。
安尼我带你大书店嘛，先看我要卡来测一下。无答呀。找台语嘛无完全无吼。OK， 因为当下是足粗心大意的意思吼。老的老布丁，少年的较当下吼。老的老布丁，少年的较当下吼，就是少年的就是要怎讲？鲁莽吼，躁进鲁莽吼，就是当下吼。OK， 但是我自细汉我就听，我捌听阮母啊讲几啊遍讲大兄吼，就是囡仔去惊到迄种情形的，伊用安尼来形容。但是我伫咧历史电话咱找无吼。好，咱转来即个前言家啦吼，看到即个书我就想到即个代志。伊讲即个无定无啥物通好奇怪，好感觉足戆硬吼。伊讲量子力学含宗教精神，吼，含宗教精神，啥物意思？就是你想你的，我想我的，个人想一套啦吼。伊描述了宇宙的创造过程甲未来的方向，哦，就是若敢若我说歹势，我拄则解释毋对啊。伊讲为虾米量子力学甲宗教精神？因为量子力学嘛是你描述宇宙，量子力学你描述宇宙的创造甲创造过程甲未来的方向。宗教嘛是嘛，宗教嘛定来你讲即个宇宙吼，你若学过佛教的，你嘛知佛教内底讲的迄叫什么大千世界哇，我袂记几千大千世界，就是无量寿不吼，什么量，什么无边无际啊，什么是有，什么是丢吼。佛教嘛是你研究这啊吼，所以量子力学含宗教精神，伊描述了宇宙的创造过程甲未来的方向，伊帮助咱了解家己是啥物人，家己是谁吼，而且要信毋信在你啦吼，伊甚至还佫知影讲咱死后会发生啥物代志，就是量子力学嘛知影这你研究这个量子力学知影讲你死后会发生啥物代志。就咱敢若宗教相款，所以讲，伊讲这无真正无啥物通好感觉讲影，量子力学就是含宗教的精神就对啦，吼。好，所以咱今仔日就读到遮啦，吼。量子力学含宗教精神，吼，等于是咱进入后一阶段要讲的物件，吼。但是头一句尔，吼。量子力学含宗教精神，咱后礼拜再继续看量子宗教到底含量子力学啥关系安尼吼。各位毋通认为这是黑白讲哦，这是真正是物理学的上前沿的研究，是到这个程度啊吼。OK， 好 ，OK， 咱前后后安尼讲啊遮尔慢吼，甲这前言讲啊一段。好，我应该做记号啦。无我后一礼拜袂记家己讲到倒位去。我小写一个。即个多重宇宙，今仔日是今仔日是我遮是6月30嘛吼，读到前言好，读到遮吼。
OK， 其他的人走了了，我毋知是我好啦，毋知都7吼。OK， 感谢吼。Sunny 嘛无伫啊，毋知楼骹朋友恁有兴趣起来和我甲我交流一下？今仔日讲会听有无？我讲啊足慢的吼。好，甲恁救袂起来，可能有代志吧吼，或者是其他人看袂到，我毋知影吼。OK， 安尼我要来关房啦吼，感谢各位。